家好，我哋係心思。有人話茶水間係一個收集情報嘅地方，我今日就收到一個好私密嘅情報，亦忍唔住用咗漢娜·克里奇諾寫嘅《命運可預測，更可改變》呢本書作出回應。結果係點？聽埋落去就知道啦。記得按個讚，分享俾朋友，又或者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等多啲人可以聽到我哋嘅故事啦。今日我去茶水間斟水，見到兩個女士圍住部水機喺度細聲講、大聲笑。通常喺呢啲情況，我都會去洗杯。一個原因係冇理由即刻擰轉頭返出去，咁做好明顯話佢哋阻住我，咁就會好尷尬。另一個主要原因就係我想聽下八卦。可能係啲水開得太慢，我又背住部水機，開頭都聽得唔係好清楚，只係聽到個女士話都唔知點揀，兩隻嘢都咁溫柔。另外一個女士就話咪要晒兩隻咯，享下齊人之福嘛。我覺得要擠啲洗潔精先唔會咁突兀。一個女士又話佢又賴得我好舒服嘅，哇！好彩我揸得穩隻杯啦。個女士仲繼續話佢條嘢太粗，我唔中意。佢哋兩個講到甜絲絲，直頭當我透明。我唯有集中精神幫佢哋諗下可以點揀。其實喺揀伴侶呢啲人生大事，我哋以為自己有得揀，但係其實可能一早已經注定咗。點解咁講？呢個就令我諗起由神經科學家漢娜·克里奇諾寫嘅《命運可預測，更能改變》呢本書。漢娜係一個神經科學家，佢寫呢本書嘅目的就係想探討下由神經科學嘅角度嚟睇，究竟我哋能唔能夠自己決定我哋嘅命運呢？作者話我哋同原始人冇乜分別，生命中最大嘅目的就係生存、食同埋性，而推動我哋去完成呢三個目的嘅就係我哋大腦嘅獎勵系統。簡單嚟講，我哋嘅獎勵系統大概係咁樣運作。喺大腦深處嘅腹側被蓋區 VTA 就好似一個多巴胺工廠。當我哋經歷興奮事嘅時候，佢就會製造多巴胺去刺激另外一個區，一個好似花生形狀嘅伏隔核，令我哋感覺到開心同興奮。但係單一次唔夠，我哋需要記住呢個經驗先至會重複去做。所以伏隔核會將觸發興奮嘅觸發物，例如動作、物件或者記憶，連結到我哋嘅前額葉皮質，等我哋記住同追求更多。例如同事話被舐得好舒服，舐呢一個動作就變成觸發物，刺激 VTA 去產生多巴胺，再刺激伏隔核產生興奮嘅感覺。當多巴胺逐漸累積到某一個高點，就會帶嚟強烈嘅高潮。呢個就解釋咗點解有啲慾望感覺咁強烈。大家都可能會問，點解會知道大腦點運作？多謝一群老鼠。由於我哋大腦結構同老鼠好相似，科學家例如哈佛大學嘅傑夫利曼就利用基因工程，由水母抽取出會發綠色光嘅基因，移植到老鼠嘅大腦。當老鼠受到刺激，例如興奮或者驚嚇，相關嘅區域，例如伏隔核或者杏仁核，就會發出綠色嘅光，令我哋清楚觀察得到獎勵系統嘅運作。講返茶水間單嘢，我再忍唔住啦，我再洗落去隻杯就會洗爛噶啦。我決定學以致用，攞住隻杯行過去部水機度，同嗰兩個女士講，其實科學家話擇偶唔係靠理智噶，你哋可以試下聞下嗰兩個男人嘅底衫，睇下邊件衫嘅味道吸引啲。有研究顯示，女士比較喜歡同自己免疫系統唔同嘅男士體味，因為咁樣做生出嚟嘅小朋友就可以抵抗更多嘅感染，增加生存嘅機率。我講完之後，見到個女士一面問號，其中一個女士開口問我講乜，我話佢哋話佢舐得好舒服嘛，又話唔中意佢條嘢咁粗，仲唔係？佢哋聽完之後就滿面通紅，跟住就大聲喺度笑，
笑咗2分鐘之後，佢哋就話講緊買邊隻貓，其中一隻貓條脷太粗，佢唔中意。我尷尬到連水都唔夠膽再斟，即刻返埋位，仲俾同事笑咗成日。正如本書裏面所講，我哋大腦好中意將啲零碎嘅片段連結成一個完整嘅故事，打造成一個客觀現實。點解我會將佢哋嘅對話自動腦補成為一個充滿性嘅故事？呢個正正就係我大腦嘅獎勵系統喺度作怪。因為聽八卦，諗啲令人興奮嘅嘢，會刺激我大腦分泌多巴胺。為咗追求呢種快感，我個腦就自動將啲對話扭曲成為最 juicy 嘅版本，完全蒙蔽咗真正嘅事實。原來佢哋只係講緊隻貓。我以為我用科學去幫人，點知自己都逃唔過大腦嘅控制。我今日要講嘅就係咁多。本書仲有好多細節，例如話連進食都唔係我哋嘅自由選擇，而係大腦嘅獎勵系統喺度推動。有興趣嘅就買本書嚟睇下啦。我哋下次再講啦，再見。